伫咧台湾呢，有2800万个邮局的口罩，会当讲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有这邮局的口罩。为着要阻挡诈骗呢，这拜日邮局和台湾高等检察署签合作同意书，要来打击诈骗。邮局也讲呢，去年邮局甲2281件诈骗挡落来，交易的辛苦钱有替民众收掉的。阮关心一下你今日回啊，坐要回互啥？哦，因为要买物件。为着要阻挡诈骗，即马伫咧邮局汇款超过3万块，柜台人员就会启动关怀机制，进一步了解汇款的用途。根据邮局的统计，目前伫邮局开户的口罩拢总有2800万户，会当讲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有邮局的口罩。请打击。邮局拜日也和台湾高等检察署共同签合作意向书，要共同打击诈骗。那也跟大家报告，目前除了我们中华邮政之外，陆续已经有其他的金融机构也采取同样的做法，也有一些非常良好的一个成效。高检署表示，未来检察署会利用资料分析技术，将收集到的诈骗名单透过系统提供给邮局知影，伫第一时间会当随阻挡诈骗。邮局也表示，这几档因的工作人员已经愈来愈有防诈骗的意识。去年113年就挡乱2281件诈骗案，避免有将近9亿的经验互人骗去，其中佫以投资诈骗占上多。投资诈骗是占比最高，是以113年的统计数据。那其实像股市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投资诈骗就往下走了，它的样态会改变。另外，邮局也表示，一般银行较无愿意互外籍移工开户，所以来台湾才透露移工大部分拢是伫咧邮局开户。为着要预防移工去互人诈骗，邮局伫今年3月份也已经和移民署合作，也会提供紧急伫咧第一线保护移工的辛苦钱。记者戴亚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